款物件莫学白懵啊你哎！你讲什么？我是问讲，你哪尔嘞？你知我哪尔的讨厌？啊，你即马是咧甲我拜托？钱财无重要，一切靠缘分啦。若要找人来卜一个灵骨金枝冠，摕咧，爱摇一个。你若有啥物心愿，你爱先困甲问，若愈先困就愈灵啊。你甲倒出来，看神明安怎指示。手莫带哦！紧来紧地方行，紧追啊！头前的照过，当钱。思念你。